講起母親節，相信大家嘅朋友圈都被各種溫馨嘅合照洗版啦。而喺娛樂圈，張柏芝嘅動態永遠都係焦點。今次佢冇晒名牌手袋，亦冇晒豪華派對，反而係用一段好簡單、好真摯嘅影片去記錄佢做母親嘅心路歷程。佢喺片入面話，大仔 Lucas 出世就好似琴日嘅事，但原來屈指一算，已經過咗18年，18年6000幾日。呢個數字對於任何一個女人嚟講，都係一段唔短嘅青春。大家試下想象下，6000日意味住啲咩？意味住6000個早起嘅清晨，6000個為子女操心嘅夜晚。對於張柏芝嚟講，呢6000日絕對唔係易過嘅。有當年備受爭議嘅離婚風波，到後來獨自帶住2個仔去新加坡生活，再到後來返嚟香港定居，又要兼顧工作賺錢養家，又要親力親為照顧小朋友嘅起居飲食。我哋經常喺新聞見到佢一手拖住一個，心口仲掛住一個，大包細包咁趕飛機行超市。嗰陣時好多人話佢係做 show， 話佢買慘，但係時間係最誠實嘅證人。如果係做 show， 邊個可以堅持足足6000日？邊個可以喺無數個鏡頭影唔到嘅日日夜夜都堅持5點起身幫個仔整早餐，堅持親自送佢哋返學放學？張柏芝喺影片入面嘅狀態真係好得驚人。即使已經係3個小朋友嘅媽媽，即使已經年過40，但係佢臉上嗰種光彩係由內而外散發出嚟嘅。佢話，成為媽媽唔係終點，而係我同你哋彼此成長嘅起點。呢句說話真係講得好有智慧。好多人都覺得女人生咗仔之後，自己嘅人生就完咗，以後就只係為咗仔女而活。但係張柏芝用佢嘅親身經歷話俾我哋知，做媽媽其實係一次重生。喺陪伴小朋友成長嘅過程入面，佢自己都喺度不斷進化，變得更強大、更溫柔，亦都更加明白自己想要啲咩。佢喺片入面指住大仔 Lucas 話，再過1年我就抱唔喐你啦。呢句話聽落去好輕鬆，好似講笑咁，但係如果你細心留意佢嘅眼神，你會見到裏面有一種深深嘅不捨。做阿媽嘅心情就係咁矛盾，既想子女快高長大，又驚佢哋大得太快，快到自己追唔上佢哋嘅步伐。Lucas 已經18歲，Quintus 都已經14歲，2個都已經係亭亭玉立嘅少年。特別係 Lucas， 身高已經高過媽咪，個樣仲越嚟越似爸爸謝霆鋒。望住呢2個仔，張柏芝嘅心裏面除咗驕傲，肯定仲有好多只有佢自己先知嘅酸甜苦辣。講完媽媽這邊嘅溫馨感人，我哋將鏡頭轉一轉，睇下爸爸謝霆鋒那邊係咩畫風。就喺前排，謝霆鋒喺香港搞咗一連串嘅演唱會，場面真係可以用墟冚嚟形容。作為香港樂壇嘅天王級人物，謝霆鋒雖然近年專注做廚神，但係佢一拎起吉他，嗰種舞台王者嘅氣場依然係冇人能敵。4場演唱會，場場爆滿，半個香港娛樂圈嘅人都去咗捧場。而最令大家津津樂道嘅，當然係佢同王菲嘅嗰段世紀之戀。雖然王菲一向低調，冇直接衝上台同謝霆鋒合唱，但係佢嘅存在感真係強到即使唔見日，都感覺到佢無處不在。當謝霆鋒喺台上唱起嗰首經典嘅《玉蝴蝶》，現場無數隻紫色蝴蝶從天而降，成個紅館變成咗一片紫色嘅花海。大家都知紫色係王菲最中意嘅顏色，而玉蝴蝶更加係當年謝霆鋒寫俾王菲嘅定情信物之一。呢種暗灼灼嘅放閃，呢種屬於成年人嘅浪漫，真係令到現場嘅歌迷尖叫到喉嚨都沙埋。睇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話，哇，謝霆鋒真係好型，好浪漫啊。冇錯，佢係好型，佢對愛情嘅執着同投入，的確係好迷人。但係喺呢一片浪漫嘅紫色花海入面，有2個特別嘅觀眾，佢哋嘅出現瞬間搶走咗所有風頭，甚至令到呢場演唱會嘅意義變得更加深層次。冇錯，我講緊嘅就係 Lucas 同 Quintus。當晚有眼利嘅網友影到謝霆鋒嘅2個仔就坐喺台下，佢哋冇坐喺最顯眼嘅 VIP 席第一排，而係相對低調咁混喺人群入面。18歲嘅 Lucas 留住一頭亂髮，眼神深邃，
側面睇落去簡直就係謝霆鋒嘅倒模，而14歲嘅 Quintus 就顯得更加活潑啲，但係眉宇之間嗰種英氣亦都係遮都遮唔住。呢一幕真係好有戲劇性。台上係爸爸向住現任女友唱住情歌，演繹住不羈嘅浪漫；台下係同前妻生嘅兩個仔，安安靜靜咁睇住爸爸表演。換轉係普通家庭，呢種場面可能會好尷尬，甚至可能會上演一場大龍鳳。但係這兩個小朋友表現得非常得體，非常淡定，佢哋無黑面，無不耐煩，反而係好專注咁睇住台上嘅爸爸。這一刻，我哋不得不佩服張柏芝嘅教養。大家試諗下，一個單親媽媽帶住兩個仔，經歷咗咁多風風雨雨，如果佢心胸稍微狹窄少少，如果佢喺小朋友面前講過爸爸半句壞話，這兩個小朋友今日仲會唔會咁心平氣和咁坐喺度睇爸爸演唱會？仲會唔會對爸爸保持住嗰種尊重同仰慕？好難講。我哋見過太多離婚夫妻反目成仇，將仔女當成報復工具嘅例子，但係張柏芝無。謝霆鋒曾經喺一個訪談節目入面親口承認過，佢話好多謝張柏芝，因為即便佢哋離咗婚，即便外界對佢哋嘅關係有諸多猜測，但係張柏芝喺兩個仔面前從來冇講過佢一句唔好。相反，佢一直維護住謝霆鋒喺仔女心目中嘅形象，話俾佢哋知，爸爸係一個好叻嘅人，爸爸好愛你哋。所以當我哋見到 Lucas 同 Quintus 咁乖咁生性出現喺演唱會現場，其實背後折射出嚟嘅係張柏芝呢6000日以嚟嘅大度同智慧。佢無將上一代嘅恩怨情仇強加喺下一代身上，佢俾咗小朋友足夠嘅安全感，令佢哋可以自由咁去愛爸爸，去接受爸爸嘅新生活。呢種胸襟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做到嘅。講到呢度，不得不提埋謝家嘅大家長四哥謝賢。大家都知四哥係一個好有個性、好真性情嘅人，佢閱人無數，喺娛樂圈打滾咗大半世。但係對於張柏芝呢個前新抱，佢一直都係讚不絕口。甚至喺謝霆鋒同王菲復合之後，四哥都曾經公開講過，佢只承認張柏芝一個新抱。就算張柏芝後來生咗第3個仔，生虎成迷，同謝家無血緣關係，四哥都依然話會將佢當成自己親孫咁痛養。點解四哥會咁講？難道佢唔讓自己個仔？當然唔係。四哥之所以咁撐張柏芝，係因為佢作為一個長輩，佢睇得最清楚。佢睇到呢10幾年嚟，係邊個真正付出時間同心血去照顧謝家嘅血脈。佢見到兩個孫被教得咁好，咁有禮貌，咁有家教，佢心裏面係感激張柏芝嘅。老人家圖啲咩？唔係圖你有幾紅，唔係圖你有幾多錢，而係圖個家庭和睦，圖個兒孫滿堂。張柏芝即使離咗婚，都依然經常帶住兩個孫去探爺爺，俾老人家享受到天倫之樂。呢份孝心，呢份堅持，謝賢係點滴在心頭嘅。反過頭嚟講，謝霆鋒愛唔愛佢啲仔？肯定愛。天下間無父母係唔愛仔女嘅。佢會為子女設立教育基金，會喺背後默默鋪路。但係愛同陪伴係兩回事。喺呢兩個小朋友成長嘅關鍵期，謝霆鋒更多嘅時間係留咗俾工作，留咗俾佢嘅愛情。呢個係佢嘅選擇，亦係佢嘅人生。我哋無權去批判佢啱定錯，畢竟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嘅權利。但係小朋友嘅心係好敏感嘅，佢哋最清楚邊個係真正陪住自己嘅人。點解外界一直覺得兩個仔同媽咪親啲？唔係因為佢哋唔中意爸爸，而係因為喺佢哋跌倒嗰陣，係媽咪扶起佢哋；喺佢哋發燒嗰陣，係媽咪成晚唔瞓守喺床邊；喺佢哋第一次返學、第一次考試、第一次失戀嗰陣，都係媽咪喺身邊俾鼓勵。呢啲點點滴滴嘅相處，係再多嘅錢、再大嘅名氣都買唔到嘅。張柏芝話佢而家嘅生活好幸福，我覺得佢講嘅係真話。雖然佢冇另外一半嘅公開陪伴，雖然佢要一個人撐起成頭家，但係佢擁有嘅係子女全心全意嘅愛同依賴。呢種滿足感係任何嘢都代替唔到嘅。
佢已經過咗嗰個需要靠戀愛嚟證明自己價值嘅年紀。對於而家嘅佢嚟講，睇住3個仔健康快樂咁成長，自己有份中意嘅事業，得閒可以去旅行、做運動、煮餐好餸，這就係最大嘅幸福。有陣時我覺得張柏芝就好似一棵大樹，風雨嚟嗰陣，佢用自己嘅枝葉遮住下面嘅幼苗，即使自己被吹到東歪西倒，都咬緊牙關唔肯倒下。而家雨過天晴，幼苗已經長成小樹，開始可以幫手遮風擋雨，佢終於可以稍微唞返啖氣，享受下陽光。至於謝霆鋒，佢就好似天上面嘅風箏，飛得好高好遠，好自由好精彩。佢嘅世界好大，有音樂，有美食，有愛情。佢依然係好多人心目中嘅男神，依然活得瀟灑。但係風箏飛得再高，條線始終都係連住地面嘅。而 Lucas 同 Quintus 就係佢同地面最深嘅連結。好彩嘅係，因為有張柏芝喺地面守住，這條線從來冇斷過。其實成個故事講到最後，冇話邊個贏邊個輸。謝霆鋒贏在活出自我，張柏芝贏在收穫親情。大家各有各嘅選擇，各有各嘅精彩。只不過作為旁觀者，我哋往往會更容易被嗰種默默付出、無私奉獻嘅母愛所打動，因為我哋都知喺呢個功利嘅社會，肯用6000日嘅青春去全心全意做一件事，係幾咁難能可貴。張柏芝嘅故事俾咗我哋好多啟示，佢話俾所有女性知，無論遇到咩挫折，無論婚姻失唔失敗，只要你自己唔放棄，只要你肯努力，你依然可以活得好靚。單親媽媽唔係一個標籤，唔係一個包袱，而係一枚勳章。佢代表住你比人哋付出更多，亦代表住你擁有比常人更強大嘅內心。時間過得真係好快，轉眼間我哋追嘅偶像都老咗，佢哋嘅子女都大咗。睇住 Lucas 同 Quintus 咁生性，我哋都替張柏芝感到安慰。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入面，張柏芝可以繼續佢嘅精彩人生，唔單止係做一個好媽媽，更加要做返一個快樂嘅自己。亦希望謝霆鋒可以喺享受愛情同事業嘅同時，多啲時間陪下2個仔。畢竟錯過咗嘅時光係追唔返嘅。再有型嘅天王，老咗之後最渴望嘅，可能都只係子女喺身邊叫一聲爸爸。最後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覺得喺張柏芝同謝霆鋒這段關係入面，對於小朋友嚟講，係媽媽嘅陪伴重要啲，定係爸爸提供嘅優越條件重要啲呢？如果你係 Lucas， 見到台上嘅爸爸同台下嘅媽媽，你會有咩感受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寫低你嘅睇法，同我哋一齊討論。如果你鍾意我今日嘅分享，記得幫手點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將這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你嘅每一個支持，都係我繼續創作嘅動力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